真係見我媽做。緊急預例，張寶仔寶藏喎，梗係乜都有啦。你又知道離咗婚嘅？我家姐同我講嘅，佢話佢老公喺學校搞師生戀啊嘛。你究竟有冇見過盲人係點㗎？做女夠有責任照顧我哋呢啲傷殘人士咯，咪攞個電筒照住我啊！咁媽媽做嘢唔可以淨係為自己嘅，下邊成班阿姐等我開飯啊！你好高人工咩？使唔使下下做下四先？走啊走啊走！呢個雖然係日曬雨淋，但係價錢就係好多。而家室內嗰啲去到50-60萬嘅。我爸爸是個建中工人，他每天偷工廠偷很慢。留喺度都冇用㗎。除咗選擇逃避之外，其實我哋仲有選擇勇敢面對嘅自由。我邊有得諗？我冇得諗。對廣州係有個感情喺度。而家我哋警方根據香港法例《公安條例》第245條18項，正式控告你喺2012年6月10號遊行示威案件中進行非法集結同埋襲警2條罪。老豆以前對你好衰㗎。